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来到，安平洪济宫伫个主位罗永腾的带领，结合议员林美燕甲罗坤福，到好下午伫个议会召开活动的宣传记者会。伫今年的五日节，将结合庙边的百年古井，举办取午时水、徛鸡卵等一系列的活动。这次呢，咱今年经过咱的中央也指示吼，要来办这个端午节。端午节的午时水这个活动拄好咱这两位议员林美燕议员、罗坤福议员由于咱在地罗坤福议员甲咱林美燕议员安尼足支持咱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上主要的就是咱有一个后尾一个古井，这个古井水呢是伫明郑时期郑成功时代就留落来这个古井是正水，水真清澈咱要来使用这个午时的时阵，要来采用这个古井水来互咱的里民安尼会当得到一个平安一个祝福。端午佳节，大家是讲迄是习俗，饲个午时水，这个午时水是袂变质的哦。咱一般的水你放久就会变质，但午时水，人讲有放一冬、两冬都袂分的。袂变质的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讲一个净化净身啦。我想就是5月5号，大家知迄个就是百虫就会起，就拢会苏醒，然后有百毒就会那种就大概一个款的禁忌啦吼。所以嘛，希望讲迄个端午佳节的那一天正中午会当大家来个阮洪济宫遐来，这是百年的古井所出来水是真正是。100%会当互咱大家得到一个平安的。所以，阮住伫后尾社阮这口井陪阮做伙大汉。小时候遐是毛仔埔，我拢走遐佚佗，就是包伊的水拢落的你就是口水才是清的，足奇怪。所以这地方的故事阮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故事，可是以阮后尾社咱这口井是代表性的。依照民间相传，伫5日节午时。是一年当中阳气上旺的时刻，午时取的井水也就是午时水，相传有辟邪除火的功能。另外，现场还有徛鸡卵等亲子活动，以及精油芳疗推出艾草平安精油路等。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伫5日节踊跃前往参加。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